这是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节目。今天是藏历2144年9月29号，公元2017年11月17号。今天的新闻主要有：达赖喇嘛尊者接受半岛电视台采访，表示愿留在中国境内，但必须享有宪法中所规定的权利。达赖喇嘛尊者对流亡社区多个非官方团体的成员给予开示。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对丹麦和挪威展开访问。藏人行政中央教育部长接受 GGV 西藏电视台专访。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于11月7号当天，在印北达兰萨拉的行宫内，通过网络连线接受了半岛电视台英语频道的专访。在采访过程中，达赖喇嘛尊者谈到有关宗教恐怖分子标签化、缅甸暴力冲突以及西藏问题。达赖喇嘛尊者强调，我们尊重拥有历史文化而且非常勤劳的中国人民，尽管有过去的历史事实，但是西藏人很重视今天的实际局面，因此选择不从中国分离，而是非常致力于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框架内，但前提条件是必须让我们实现享有中国宪法中所规定的权利。在被问及如何与人接触时，达赖喇嘛尊者指出，首先，沟通或表达自己的真实感受的最好方式就是给人真诚的微笑。一本正经的庄严形式将会造成人与人之间不必要的隔阂。毕竟，当我们出生的时候没有形式，当我们死亡的时候也没有形式。形式是人为的，它实际上是一种障碍。所以我们应该说，人类本就该相互坦诚接触交流，好感与欢笑自然会产生。另外，11月9号，达赖喇嘛尊者在达兰萨拉接见了上百名当地非官方性团体和成员，和喜马拉雅地区内的佛教信众，并针对不同领域的区别，对上述这些群体的人士给予了不同的开示。尊者指出，西藏境内的西藏人民才是西藏真正的主人。即使遇到生命危险，人为保护西藏的宗教文化和民族特性，在如此艰苦的生活环境下，仍旧保持着对本民族的赤诚。尊者还指出，正因西藏境内藏人民众的勇气与坚定的信念，使得西藏民族被当今国际社会所了解。尊者还强调，西藏在物质条件上落后，但是在精神上高度发展的。当今西藏境内的政治局势确实令人伤心和担忧，但尊者仍相信和希望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发生积极的变化。达赖喇嘛尊者向藏医历算学院的毕业生开示道，藏医学非常特殊，8世纪藏王赤松德赞时期，从世界各国邀请医学专家在西藏召开姓氏世界上首次国际性质的医学讨论会。尊者也指出，藏医学借鉴了传统中医与印度阿育吠陀医学。流亡初期，藏医受到各方的误解，之后因特殊疗效，越来越多的人接受，未来藏医也一定能够利益世界。此外，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从11月8日开始对丹麦和挪威展开了访问，在11月11日对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展开访问的首天，司政洛桑森格首先接受了由丹麦国家贝林晚报的采访，随后同丹麦人民党外交事务发言人、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外交事务委员会成员以及社会民主党等多位不同党派的国会议员进行了会晤，同这些国会议员间有关西藏的生态环境进行了讨论。司政洛桑森格指出，近年来西藏的生态环境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他表示，西藏的冰川正在迅速融化，其主要原因是受到中共当局肆无忌惮的在西藏各地进行采矿。
在结束了当天上午的会晤后，司政洛桑森格下午则在当天受丹麦支持西藏组织和丹麦自由西藏学生运动等组织的邀请，出席了在当天举办的一场讲座活动。当时，司政洛桑森格同与会的国际特赦组织秘书长特里克利斯诞生就有关中国的人权状况和西藏境内的政治局势等方面进行了演讲。11月12号，司政抵达挪威首都奥斯陆，会见了当地的部分流亡藏人和支持西藏人士后，指出西藏人可以失去自己的国家，但是在未来的某一天，我们终将会得到自由，并表示虽然这一天需要一段时间，但是只要我们坚定不移地秉持着我们的信念，终将有一天我们会取得成功。司政洛桑森格也感谢了当地的支持西藏人士和团体，力所及能支持西藏自由运动，并强调在争取西藏的自由运动中，支持西藏运动的团体和人士们犹如桥梁，在推动西藏的自由事业起着极大的作用。11月13日，司政洛桑森格在挪威首都奥斯陆展开访问行程中，同该国自由党议员艾拉·埃尔维斯特和社会主义左派议员彼得·艾德以及挪威国际特使前秘书长进行了会晤，并向他们介绍了在中共当局的强权高压政策下，当今西藏境内的严峻局势和日益恶化的人权状况。在当天的会晤中，与会的议员们也对西藏局势寄予了关注，并指出将会在议会中提及有关西藏问题，承诺也会在议会中重建支持西藏小组。司政也向上述议员表达了谢意。另外，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下属的西藏电视台于11月16日对藏人行政中央教育部部长欧洲次仁先生进行了专访。当记者问此次对北美地区的访问行程是以藏人行政中央的教育部部长身份出访，还是以新任驻北美办事处代表的身份出访时，部长指出，此次的出访是以教育部长的身份，而这一行程是在很早之前就已经安排好的。部长表示，2年前加拿大政府为流亡藏人的教育事业向藏人行政中央教育部拨款了2亿美元，而这为期2年的拨款时间已经在今年6月份到期，所以此次的出访是前去对相关人士表达谢意之外，希望能够得到更多的类似的慷慨与助。在被问及有关教育部的后续工作时，部长指出，在接下来的工作规划中，将要完成的最重要的一项事，就是从印度教育部接管14所藏人学校，而这一项规划决定将在明年3月份进行交接。最后，记者问及有关觐见达赖喇嘛尊者后，尊者给予了哪些的教导时，欧洲次仁部长指出，最重要的一点是，由于自己在教育部工作多年，因而在教育工作这一方面有着极丰富的经验，所以尊者叫他在即将接任北美地区的工作时期，让当地的年轻一代的藏人多了解、学习西藏的传统文化和语言文字，并让他们在这方面得到充分的重视。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周星期五再会。